1987年10月14日，国民党中常会通过开放到中国探亲的政策了后，行政院长卢国华对外宣布政策。驻内在外的这个国民可以到大陆去访亲。半个月后，台湾正式开放民众到中国探亲。1991年10月14日，诺贝尔委员会宣布诺贝尔和平奖颁予缅甸反对派领袖翁山苏基，因为当时翁山苏基被软禁，无渡去挪威领奖。以后缅甸军政府陆续软禁15年，2019年缅甸大选了后，总算放出来，2013年做全国民主联盟主席。2019年10月14日，智利北部一座炭坑放弃，这炭坑掉伫土骹底624公尺的所在，前后有69天，经过2日国家通力合作，总算伫第70天重建天日。为了解救这炭坑，佫设计一种特殊的多层窗防风号，一摆救一个，往回一摆要1点钟，马拉松式的救援行动，或者炭坑拢救出来，甲厝内人团圆，展开新生活。